继续来到宜兰头城的海边啊，有一座八角瞭望台，5层楼悬，造型特殊。若要翕相，不管位内底也则是外口，拢会当翕到真水的海景。但是有民众为着要翕相，脚直接就下过，坐伫个窗仔台面顶，这个下骹无打无滑，真危险。管理员讲，这个所在真下，人若坐得坐，无小心去弄着，真会发生意外。大家翕相归翕相，也是要顾着家己的安全。一日窗仔屯后壁有蓝天白云，翕相转脚看起来真水，毋过暗中危机。头城滨海森林公园内面的八角瞭望台，红砖啊铺设的壁风格真特殊，过使看孤山岛变成转脚热点。毋过有民众为着要取景，直接就下过，真危险。跨越了以后，他后面的人都没有长眼睛，所以你后面有人不小心碰到了以后，往下面是非常危险的。管理员看了嘛，惊一跳，迄若无设置，有可能就会发生意外。目前来讲，那是没有什么法则啦，我想每个民众都是能够发挥高道德的一个力量啦，这样才能够既可以拍到好的照片，那么又可以维持自身的安全。这个所在委外经营嘛无法令通管，边拢有告示牌啊，警告提醒。县政府目前无希望有封锁线，浪费遮水的景点，干那希望讲民众伫遮翕相时爱守规矩，唔通为了翕水水相片无顾性命。